eventually make it back here. 2020的东京奥运，介绍到的长官跟大家。To eventually make it back here in his career is what this is about. 但尽力了，我觉得我尽力了。打完之后才发现球帮他收起来，要换教练帮。我跟蓝米狗谁比较遗憾的？那看起来是我比较遗憾。今天算是你球员生涯的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来，最后一场比赛了。那最后一次打席出去，全场球迷又提叫你的名字，讲一下球员生涯的感受吧。今天一开始没有那种想法，只是到第一局得了，就慢慢的那个心里那种感觉又救出来。那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多打一些分数，能够拉近距离，然后或者甚至超前。那很可惜的，蓝米狗真的是一支打击火力非常强大的一个球队。那光是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放弃，那也非常恭喜他们能够拿下今年职棒30年的一个总冠军，恭喜他们3.8这样。但尽力了，我觉得我尽力了。打完之后才发现球帮他收起来，要换教练帮。今天以这种比数结束台湾名赛，是你最后一场比赛，你自己心里会有遗憾？遗憾，对啊，当然遗憾。我们在喊够了，米狗了。当然遗憾了。那我觉得，这一次的系列赛就是我们跟蓝米狗我跟蓝米狗谁比较遗憾的？那看起来是我比较遗憾。那也，我想所有球员都很尽力的。那投手当然也很想尽力去压制失分。那刚讲了，蓝米狗打击真是串联性太好了，所以在这几场他们的企图心非常强的。对，因为是那个球棒最后一次，这是我前几次的那个经验，所以我这一次上去我都没有想，球来就打了。因为之前都想太多，然后反而让自己绑手绑脚。那这一次就没有想，没有特别去想说要怎样，只是把它准备好。因为在第7局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看到李志在热身了，那我想应该也会将来投第9局。那我已经有在设定好他的，虽然很久没有打李志了，在上半季，他第一次对我们的时候，到现在第2次碰到他，所以也很可惜，那一个球也算打得比较可惜一点。谢谢你们，感谢，感谢你，感谢。